屏东的警方这礼拜是咧加强掠抢红灯的，竟然是3天就开出1800张的罚款。在提醒观众朋友出门在外，遵守青红灯是上界基本的。路口已经红灯车拢停落来，骑红色乌多摆民众无看交通号志直接倒弯，警方也看现现随界处理。红灯呢？你我盖回下没？红灯正话，或者是撞过红灯违规乌多摆，拢互警方查入来开罚单。这个月初2到初4，针对弄红灯的违规行为，屏东警方执行严格处理，短短3天内就开1779张的罚单。专案期间，计取缔违规1779件，闯红灯涉路事故计发生2件，造成2人受伤。年尾要到，警方强力执法，因为根据屏东县警察局的统计，今年1月到11月弄红灯违规案件有31600多件。和去年同时间来比，已经减少5789件，交通事故发生率也有降低。警方强调，严格执法是为着要改善不良的驾驶习惯。强力执法造成这个民众荷包失血啊，也不是很好啦。应该是宣导跟执法平衡一点。支持取缔。我自己的话就是也会小心避免，就是自己犯这个错。那汽车撞过红灯的违规行前无遵守号志，无行过路线，造成伤亡事件。屏东警方统计，今年1月到10月也有378件，警方也拍宣导片，提醒民众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